啊，这个国内得到失智症的人口一直在增加。为了要提供协助，失智症协会是鼓励家属会当卡关怀专线，透过专员的帮忙，唔来当教这个家属安怎来照顾到失智症的患者，嘛会当找到徛家附近的活动点，做伙来参加活动，学会甲失智症共生共存，减慢到失智恶化的速度。你的笑容这样熟悉，我一时想不起。应该熟悉的笑容，但是大概看到拢真生分。这是失智症患者的日常。穿着假仔外套，行路真慢。伊是50多岁吴先生，带着失智症2年了，拢是由太太协助照顾。不相信，是医生告诉我的，说我这个是不会好的。他会忘记原本的该走的路。这一路行来真正艰难。台湾65岁以上带着失智症者大约8%，到2036年将会超过56万人。为了要帮助失智症的患者，台湾失智症协会成立的关怀专线，今仔日108年就接到6900通的电话，上接拄到民众敲来问讲，倒位有活动会当参加，希望减慢失智，还有社会资源要去倒位找，甚至到底要安怎照顾失智的亲人。那其实，在整个轻度、中度到重度整个病程当中，它其实变化很大哈所以不同的期程当中，我们家属其实都需要这支专线的一个协助。行出家门，寻求资源甲帮助，这是有经验的失智症的家属的建议。就算袂记得转去的这条路，但是人生的路也是会当继续行落去。